来看台中有一间国小，今年3月时阵呢，有一个6年学生，可能是上课时阵和老师发生冲突，引起老师不满。隔当讲，虽然这囡仔有来甲老师会实体，不过老师有关是报警察，这警察就直接来到校园来甲这囡仔带登去派出所。市长罗秀燕就批评讲，这学校是无法律观念，也要求教育局就要严办。并且校园传出有警员走入去，甲学生带转来做笔录。今年3月，台中西区这间国小有一位6年学生，疑似伫体育课甲老师有冤家，摕冷烧落肉搭去攻着老师的大腿。去等到学生会失礼了后，老师却坚持报警提告。我今天把小孩送去学校，学校是可以任意的让警察把我的小孩带走吗？他并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，就是他没有刺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。第二个，他不是现行犯。2位警员出动时穿制服，入去到校园，伫无监护人的陪同之下，甲学生甲老师带登去派出所做笔录。虽然后来老师提告，不过这款的做法，让市长罗秀燕感觉真不满。非常教育的教育示范，不适任的老师，校长领导无方。对不起。毫无法律观念，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子把你们的孩子带走吗？所以这个事情，教育局重办、重惩，专案报告，好好检讨。校长伫答询的时表示，是警方大主大意甲学生带走。那根据警方进入校园执法机制，除了重大的危案甲紧急事件，警方要进入校园，无论敢有素食票，拢需要经过校方的同意。警方坦白讲，确实流程有疏失。第一，我们同仁穿制服进去，在国小已经造成骚动，帮忙沟通，帮忙协调，所以同仁才会第一时间想说先带回派出所。教育局表示，4个人员会按照规定处罚。那台中市教师会表示，报警是人民的权利，不过这位老师的方式有较无妥当，不过也凸显校园辅导能力甲能力的无够。那法规定得很细。好，但是法规定的越细，是不是就越没有老师越没有弹性的空间？台中市教师会表示，校内虽然有生辅组甲辅导老师，不过相对教师属于第二线，建议应该先规范相关的辅导办法，也应该补满辅导甲校安能力的不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